使去搞 YouTube 會幫 YouTube 應該 live 嚟。係咯。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都來收聽本來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會講嘅話題是食蔗，食蔗咧是，當今我哋食到蔗哦。幫我介紹我特別嘅變性。誒，等佢嚟。阿莊，要丟嚟小貝。來吧，你使 share。隨便丟誒。哦 ，OK，我。OK，感謝。當今我個正help 啊，唔是寫導嘅可能。導嘅是講嘅，我導嘅是 remind 我，之前我是直頭幾做。然後我 producer， producer 我個冇讀過個，即係489我冇讀過個。誒，大家好。當今我哋食到這，我搞個。OK， 安多。食這我食 walnut， 我食雞腿。雞腿唔食。OK， 介紹我特別嘉賓嘅先。特別嘉賓先招，卡水聽，歡迎。係。阿龍，歡迎。雞腿，蘑菇，歡迎。Hello。未使講，歡迎。未使講啊，是。未使講是查甫嘅獨立頭，你冇可能變。แล้วก็夠細啦，有時 DMI 啊，有一個 best friend，零頭毛，做好就自己變樣就零頭毛。是咩？我唔是讀 corner left 咩？我 corner right 啊，就是 ice cream， 我 YouTube 看。แล้ว個喂 producer 489歡迎。大家好，489です。แล้วออกYouTube ，Hello， 導嘅 Hello， พาลินดาว 係。แล้วอาสามรักษา Hello， อาหาร 大家好，Yo， แล้วเก็มซุยตี้ ，Hello， 大家好ซัมบายปลาจันเพื่อเก็มหูอันจะ冇 video hierซัมบายปลาจันซัมบายปลาจันสิ่งสิ่งตัวที่ให้กี่อยู่ตัวให้อยู่นั่น所以有冇去航機飛機架到落海新加坡你看下特別當然唔是在新加坡啊，當然在 Venezuela。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วก็จูลิง歡迎จูลิงจะกู้報到嚟啊 ，Hello， แล้วก็雲吞麵，我是特別喜歡雲吞麵。係寫喂กับลูกต้องว่าคุณเดียว哦，雲吞麵俾佢。我咪是喺盤友。繼續。ว่าแต่ไอ้ป้าแท้อยู่OK，把這個講，把這個讀進來 OK。好，感謝咯啊，咁先啲，拜拜。拜。OK，這個禮拜呢，我哋講嘅話題是食菜。誒，等陣，我唔知我哋喂唔對嘅 frame。我同你玩緊呢成有分別得閒，我分別俾食。有咯，炒。阿 John 啊，這是你 YouTube show 的鬼數誒。冇啦 ，fix 啦。嗱，我俾問，即我問即Juling 是 vegan 定係 Juling？唔是，我是個vegan嘅菜。有你有食啦，你有食，有當時有食，你唔是講你家己本身唔是 vegan 啦，你家己有食白本啦。
有，因为我嘛成日suka煮白，啊，然後我兄是 vegetarian 啊，因為我特別佢報住就已經係 vegan 嘅物件啊，什麼？我suka做 vegan 嘅物件，然後你自己煮啊？你自己煮啊？vegan 嘅物件？我是啦，我拜啦，幾年啦，這禮拜煮一道呢。一禮拜煮一道 vegan 嘅物件？因為我驚suka食。哦，แล้ว你แก是 vegan 還是 vegetarian？你是 vegetarian 的，你suka 食 vegan 嘅物件本。即係啷車就段，你煮嘅聲 clean crown 啷再是裝啊？冇啦，入股冇了啦。哎，自己就很招財咯，自己就很招財咯。你自己就很招財咯。自己成戰升。冇啊，咪成嘟啊，成嘛咧，我成江成啊，成戰咧，海蛇絲成咯，自己成。我講緊咧，聽下啫嘛。有，跟住我就點？等群就毛毛菇咧嚇。我會講當君都好是吃過嗎？吃過嗰陣時吃過就最。總之是交龜。啊，交龜就。係交龜。哇！就咁。對。交龜當然交龜是隻菜，叫嘢。當然是交龜，一是交龜交好就隻嘢嚇。第二節一件節。第二節一件節。哦。我們說禮拜六要辦啊，我們這拜日就要辦啊。咁也使。OK，我這禮拜要辦進去。然後就 means 嗰啲新椒就變咗新貴咯。人進來，佢嗰啲變咗新椒去啊。新交貴是等人日子啊，卡辦呀。交貴Luna 嘅呢，哈對。有。我理解，OK，咱講咱嘅等人食這先，然後我哋講vegetarianism 加 veganism 加 pescatarianism。下邊是但是 pescatarian 都唔是食這 ，because 伊是要食 seafood 嘛。食魚要食魚嘅。海嘅物嘢啫。伊無食有開。แล้ว lobster 唔少ค่ะ lobster 有食咩？呢度冇食 lobster 食魚嘅嘛？แล้วแฮม唔少ค่ะ有開咩？食魚呢？食魚同食雞煲，แล้ว特別伊無食紅白，無食白嘅雞這個啊。OK，咱講去食等人食這，因為我無食這嘛，我只是食肉嘛，所以我唔知講交過食這嘅時，伊嘅安怎其實 start 安怎食，我唔知喎。我實講我聽人食這人。你做係慣呢？係時我唔知。交過切伊是 for public。交過29、30正係是2節整都愛清辛苦。交過係8過。8過29、30。迄個是 for 迄個嘢 student 啥是愛去接嘅咯。愛去接，所以。咁你講得清楚係冇？接伊個高粱伊嘅新竹，伊是新竹不啦？伊暗光轉來啦，去幫住去 temple 啦。你去啲海邊接轉來嚇？啲海邊接嘅着。然後伊人都愛。我是捌看過，毛毛菇我捌看過是，我捌看過伊人送去海呢，佢是切膠是送，特別我唔知講去接是安怎接嘅喎。伊是買了，後尾送伊去海了嘛，唔是咩？迄個是接，迄個是送嘅是 for public 啦。送啊！我看美國人我看到，
食未安怎講我冇明白。我唔知本來我唔是伊母力嘛，所以是有聽伊 member 講嘅啦，當時愛 clean 伊人嘅身軀，然後若是查某有 period 基本袂使去然後就是迄3日愛食這 prepare 咯，然後去接伊轉來咯，I think 是30就接轉來啊。哦，咁乜是會出海啊？有，伊是老主出海爾嘅，老主出海爾嘅。上加迄個較atas較有 level 嘅啦。我看過咧，特別因大我看的，我唔知伊 process 啦，我是看啲因是大海嘅，and then 伊嘅迄個海邊位啊 ，actually 是一個上加一個 jetty 嘅款啦，我唔知伊嘅 criteria 安怎嘅海啦，伊是一個 jetty 嘅款嘅平面位嘅，and then 伊嘅迄個接嘅位吼。伊插下啲旗啊，啲 colourful 嘅旗啊。so and then 迄個 whoever 伊接起來 ，and then 有用隻迄個 statue 咯，有用隻 statue， 有隻 statue，and then 接起來啊 ，and then 伊安怎 transfer 去迄個跳動嘅，我袂曉，我無看到。correction 啫，伊唔是 colourful 嘅國旗 ，colourful 國旗是七月半，伊係是黃旗爾。yellow color 呢，yellow color 呢，然後伊接對來了，所以是入伊 temple 咧，伊就幫啲阿妹一個，伊阿妹嘅攞阿妹個一個旁經嘅，所以 normally 你拜是拜外口呢，無入去看到伊嘅 statue 嘅。哦，冇講有 statue 咩？有啊，有 statue 嘅啊。statue 名咩？叫咩？董武公。哦，是董武公嘅嚇，你話食你葫蘆邊誒？對。北海食葫蘆邊食大嘛？對。哦，董武公是到。是唔是？冇講冇是唔是嘅上個係你麥考啊？你叫咩啊？你鳥鳥啊？麻雀。今年有嘛麻雀？伊無上嘅。無上啊。無上嘅。做咩事啊？我知安怎係做咩事9月是食這啊？係咪告訴？伊告訴安怎講？唔知哦。冇人知啦。唔知。可以。OK， 我第一 ，so 特別不，就 OK， 我有一個 question 啦because 我 compare to last time when 我細漢嘅時 and 當今，我 feel like 講只當今嘛，係咪啊？I mean don't get offended 啦，but 因為我成個講當今成個 it become a bit commercial。Not commercial, a bit slightly more quite fanatical lah. Cultish. Sa tingnan mo ko, kami lu be 你食菜了，kami 你使用你出來半，kami 當然我過另外一 set。哦 ，commercial 啦。commercial。冇啦，唔是啦，一路來嘅啦。佢咧再講你半碗嘅咧有當過杜巴油嘛。冇啊，係啦，我哋如果細漢嘅時，當面安尼鹹嘅嘛，唔是咩？冇啊，我細漢時都食鹹咧，細漢都鹹了嘅。用一年賣一刀呀，用嘅迄個石頭乾了是一年用一刀呢。冇參嘅，但係浸卜。OK。Maybe 是你就 relax 啊，定到時。maybe 冇啦 ，maybe 啦 ，because I mean 我係做到冇 practice 講，我都講 ，you know 我係講是做幾檔啦，and all that，but 我做到 never practice 講食即係直接冇食啊。maybe 有時講我食去買呢，係啦。OK， 我咪講攏自家食咩？耶！在我，冇食喂，猜鴨，等慢慢，你一人講我顯啦，一人慢慢講，毛毛哥講嘅。在呀。哦，猜鴨嚇，猜鴨搭配做嚇。
咱叫謝鴨啦，咱叫謝鴨。冇啊，邊有條是人叫菜鴨嘅，咱叫菜鴨，有叫菜鴨。冇，伊唔是菜，我出來，安尼菜鴨係啊，甲只菜鴨無相。菜鴨是你即煮鹹菜鴨，鹹菜鴨，你叫菜鴨。只菜鴨有人叫 in short 叫只菜鴨，菜鴨。特別其實菜鴨嗰時成個人只菜雞嘅菜鴨嘅菜雞啊，菜鴨。菜吧，一種嘅鴨叫菜鴨。特別做咩屬於做菜鴨咧？你奇怪啊！誒，好食喎菜鴨，好食喎。誒，我食，誒是我哋暑假食嘅本。誒，我食幾年冇食咯。做咩屬於係去做菜鴨之類？因為迄個菜鴨變咗是真係普遍嘅物件咯。你等到叫教人家點樣啊？應做咩？應做個檳魚。養一地5塊啊！嚇，冇，我是講日本啊，日本檳魚，because 是豆配啊。養燒對養燒人只當本，其實真係是得，其實養嘅你 cost 真勁嘅。那咪真得做。你叫毛毛菇假啦，毛毛菇你有，你喂有。你到底你 blind 你 kitchen 度 blind 到即係菜雞鴨哦，菜鴨哦。我做煙鴨，你嘛都冇做到菜鴨。係啦，乜嘢係咩？美做菜鴨。冇美尼啊，冇啦，嘅佢係一個。哦，佢係胡瓜。番鴨啊，係胡個番鴨是個另外一種嘅鴨，伊是較舊嘅了，伊是用另外一種嘅按怎講嘅？唔是叫豆皮，米筋做嘅。米筋哦，啊！你是較白嘅，即菜，即係啊，是較夾皮嘅，是較夾皮，伊是咖喱嘅。呀，按怎伊有講有出一個物件，因為人嘅燒鴨，伊個皮是唔是 crispy 嘅？แล้ว伊個淡薄白掉底嘛，然後切嘅北京烤鴨出來時啊，所以伊人就是做安尼款嘅物件出來。你講你亂講咧，伊是想樣嘅來做伊個豆皮變物件咧，是樣經一種第一項伊個 texture 來做咧，是叫做菜鴨。แล้ว特別我食個隻，隻英文嘛，你用豆皮，你撥五香粉、豆珠，淡薄糖、豆油係豆油，豆珠，紅豆珠，แล้ว有豆油係豆油嚇，冇未使啦，豆珠夠鹹啦。OK，我知豆珠五香粉真係行有見，แล้ว叫水嚇。唔係可以清咯清。แล้ว你唔係開水啦，你豆皮解開起來，豆皮咪是一地咧，成日爆落埋嘛。你一大地豆皮，你咪是夾伊撥伊嘅湯，然後成個伊嘅料。layer by layer 咯แล้ว你撥，actually 我是撥到啲開起來到地啊，好，你撥，咧是你擠一個再撥，擠一個再撥，แล้ว擠咪變咗隻鹽嘅咯。對。擠啊！是你嘅去吹好食有時你嘅 before 你擠是你煎，你嘅去煎呢？對，煎你吹好嘅時，你就係有紅時吹啫。哦，你係咪係攝？你咪係攝，because 你吹是撲緊你鬼辛苦嚟碰碰咧。你特別曉，我係記得是，領導是你擠樣時，你嘅去吹時，不。你嘅煎嘅時，伊會膨起來嘛？膨起來咧，伊會開嘛？所以你夾哩骨條，甲拆掉。然後有當時，我特擺是食阿姑那刀，食飽咧時個時候，哎呀，未記夾出來，伊哩骨。然後啊，一膨嘅時，一揪住佢入面咧，好，我未記佢，我一頭食尋伊你變咗阿骨咯，變咗阿骨。我都幾地食呀。我切咯，切一片，一片冇嘢啦，一地。我切，你家姐你去菜館買，就係用電視 Q 佢哋簽出來了，加嘛。對，我是係嘟逼一小細機啊，你一撲呢件事啊，一揪到啲南面去，我一頭食了。因為我個大擺是切，我切一啊，切尋你根本切落去。唔知你去阿擺去買，你啲少少嚟嘟啊，幾大機個影。正冇肯買啊，頭你個。OK。你barbecue 會簽嗎？ skewer 嚇。你 bamboo 會嘛是想？嚇，
對，你要係個大機無是寫，我這幾年冇做啊，我梗想要做呢。我唔了咯，你講你聊嘅咧，我啲韓國俾你掉，係嘛嗬？我想啲中國店俾啦，我想較抓啦。豆珠我唔知咯，有豆珠啦。豆珠應該是有啦。冇得掉，冇啦，韓國人即係咪嘅中國人冇上嘅？你去東南店俾嘛有咯？東南店應該有豆珠嘛嗬？豆珠應該有，紅豆珠。我未曉，我不去 YouTube 看啫，我未曉。應該有誒。誒，你叫毛毛菇做隻 episode 咧，是你對做啊？我錄做邊個你拍攝？我看你 channel， 我看了我真歡喜啦，特別貴咧是我真 depressed，because 我冇看到，呀我冇看到。我有嘢咩掉咯 ？Vegan roast duck。哦，邊度節頭睇俾 vegan roast duck 啊？係啦，節頭。唔是，我意思是講 YouTube 亂看掉。哦，特別 vegan roast duck。哦。誒，了，即係Juling 都不做。哦，我買了啦，我真係只咯。我嚇一堆就好食咯。到這邊有攤俾兩萬多隻得。哦。做變嘅啊 ，frozen 嘅啦，都有了嘅。frozen。Let it go，let it go 呀 ，frozen 嘅。我仲有一個杜卡。嚇，我唔係食過杜卡，我唔係食過，我唔係食過杜卡。你人捌食過迄個食菜三百 happy 哦？唔捌，用咩做誒？伊用迄個香菇會卡。แล้วอีbecause ว่าเทียจะเสียงก็ให้เลย nipple hair กุยจิขี่เลยให้เลยตึงอ่ะ because ว่าเทียสูหูตัวสีให้เลย叫咩啊เลย少林寺อ่ะอ๋อว่าคือว่าแล้วอีหลังตัดจิมาสิอุจูเลยฉายโลแล้วอีหลังซิวให้เลยหมอกูอีเต้หลังจะไปใส่ฮักกับมีแกมาตัดหางว่าจะไปแล้วอีหลังลูกอย่าให้เจงจิ้มจุ้ยจิ้มหยอดจุ้ยลูกอย่าเจงอ่ะเจงก็จิ้มแล้วจิ้มแห่เลยควันเจียว像ไอ้ควันเจียวจุ้ยแล้วลูกแห่ถึงจินเจียเขาจะแต่พี่ลูกตัวไปอุจจาระสิบ่ลูกก็อีโจ because เลยมีแกอันนี้เสียนะมั้งไม่จะเสียไปตัวไม่จินเจียเขาจะ這是打咧效果啦，唔是青嘅效果啦。打你是打外卡都也加到加掉一出嚟。我就誒，特別安怎可以成個即係臭臭味？臭臭味，依個一種嘅叫做這不拉真。哦，我是 because 我計人鬥做是我是特鬥是正哦because 愛講這人正較會嘛，古早是無咧係咪？迄個咱叫咩啊？無 blender 無半行嘅嘛 ，especially 啲咧暗燈啊。你特別講這人แล้ว我人特別正，แล้ว一人特別做啊。大概好命，特別人唔知講人是好命好似。即個Juling 你媽媽做過這個 happy 哦？剛開始唔辦咧，佢依個就是做賣物件嘅啦，賣物件伊好講去做關漿啊，關漿是食菜嘅嘛，關漿是叫做成個即蘿蔔安尼款。哦，關漿，頂陣我看到好，你唔知錄 post 啲。關漿是吊蕉人物件啊。你在未辦過？我咪是吊蕉人。光槍。光槍。鋼槍。你光槍。你暗燈啊，講我爹甲我問佢只去古仔啊，伊人是若是落愛做在青椒啊，伊人就是做咧青椒嘅人。哦，有我愛。所以有個人想甲擼，食毒。食毒了，有個人想伊愛生囝，愛生大伯囝咪了，人去救啊，了伊護慣啦，伊嘛是愛，我不要，當然我不要講，伊人想愛去感謝迄個翁公。慶官。對，慶官。了。冇慶官先啦，你當你是叫慶官。對，慶官。了，伊人就想甲去啊，了伊就想叫嘅。
佢嘅厝嘅人啊，成10幾個人，你看坐了食到，假是請3、4個桌啊，你看啊，嚇了伊讀伊個暗頓啊，都是煮咯，了你會使啲個暗頓食，伊也是伊會使夾去互伊人，了我嘛佢即是 volunteer 嘅人鬥做 ，because 你暗頓是安怎賺錢嘛 ，because 伊人離個人無做工嘅嘛，嘛是添油啊做啊，你看咧，了 that's why 蝦米物件，我人古早是規日賺食嚟咗，特別人袂唔知講啦，安尼 hockey， ，that's why 真正一項我人不捌食過。我是我捌去，應該唔知我未記得到啦，我就啲有一個位，伊是人嘅 flat 人嘅厝來啦，了伊嘅厝內面。伊會擺攞地度呢，攞沙地攞地啊，咁咪。然後伊是做，伊是食貴，伊是成個當食到，成個食青，然後你食濟味菜、白味菜、貴味菜，特別乾了是食濟喎。哇，介好食呢，真哦！你知我食到係咪物件啊？我根本食未出講，伊是濟哦。伊做蘭蒸米。哦，係，伊蘭蒸米啊！上我食啊，上伊味素伊 texture 個咧上我食未出喎。然後我甲我媽講，是講伊互人食蘭蒸米，咱嘛毋知。是講，即個是惡心。是講，我是自己食俗嘅人，唔要緊啊。特別人去這裡為咗食濟人 ，of course 特別是濟物件啦。特別伊原來真上，然後我看到頭一道我頭面食是看到伊食濟蝦，我毋捌看佢食濟蝦過。這像嘅喎，伊味素無像，特別伊個款就只像。雞腿，蝦係咪做嘅？米筋，唔對，米筋啊，豆乾，是唔是豆乾 ？cauliflower， 哦，是啊，白菜頭，唔是白菜頭，我睇雞腿㗎，係你菜芽做出嚟嘅，呢個誒，這係唔是 cauliflower 做嘅。要炒米粉嘅，我是 cauliflower 嘅喎，啊！你是講伊是夾一規粒嘅 cauliflower 嚟煮，還是 process cauliflower process？冇，伊也規粒，伊唔是日頭頂嘅花，伊也會卡。哦，你特別夾嚟夾，還是夾嚟？伊是夾一地嚟切做係？一地切做係，你看到我只無像喎，我只伊是上個豆機嘅呢，上個你米筋嘅可能，特別伊 QQ 啦，上個薄到係是特別伊個會炒脆喎，我唔知係咪物件係會炒脆喎。啊，個會炒脆一定是 external 嘅啦，伊加入去嘅。冇炒脆，我就係炒脆樣時係樣參迄個叫咩seaweed。哦，你紫菜 seaweed 啊，參咩你啦？伊個炒脆味啊，一加可以吹。特別成個搖擺咯，食即搖擺咯，安怎會做成個有搖擺痕嘅咧？我都是奇怪，每隻隻我哋中國點先食過啲好食嘅啦，就是啲每有一間叫做南普陀，伊外口有一間食濟店，我常常去嗰邊食咩咗，食貴咯，伊是做beef steak。伊有影是規地，生出來，啊，那切了用叉仔肚來食誒，好食，好食，香嘅味道，都是奇怪安怎？有時候又唔知得做誒，香，特別你食了，你會知講唔是白嘅，你會知唔是白，特別伊未掉嘅嘛，伊未掉嘅條，伊 texture 伊 texture 伊味素真係香，你食咗嘢，你會知講哦是牛排味素。我講聽牛排啊，有當時牛排伊用迄個香菇啊，香菇嘅味本係成個牛排味樣是。香菇嘅伊有媽咪。誒，你等我講一個雞腿。雞腿裏面係 ice cream 嘅 stick 哦，冇，我哋我只係係咧甘蔗嘅。甘蔗機啊，甘蔗你咪記得食。Sugar cane。甘蔗食。我只係嗰時，我只係特別咧，我係記嘅嗰時 ice cream 嘅 stick 嘅。哦，即係佢哋即係食到嘅較特別，係冇？呀，甘蔗。伊係甘蔗嘅。因為當佢做家上加 KFC 個係 crispy 嘅咯。有我愛。
花生咯，花生真係冇人食。OK，所以咱咪講，Dallas 餐食啦，John。我被逼嚇，係咪嘅？Dallas 餐食。我講講兩大所在有真濟台灣人嘅是，中國我唔知道到位啦，但是講主要是有台灣人嘅所在咧，嚇都有了咧。往大啲正韓國啊，韓國是食飽嘅社會嚟，所以真正艱苦找到食菜嘅店嘅，真正艱苦。哦，韓國人是少食飽嘅。特別定住話，邊人會食菜幾多隻啊？食啫，邊人真係勁，真真係勁。你邊人是會使做 vegetarian 做 vegan 都未有死嘅咯。特別400貴嘅。貴。是啦，是咯，就較貴咯，是咯。較難管咯。啲韓國都冇可能嘅，啲韓國都是真係艱苦嘅。是唔是韓國 away from land inner land 嘅時候，伊無會飼牛飼豬？韓國是 inner land 嚟嘅，就是講你講唔是。韓國是 land 嚟嘅。inner land 伊無 connect， 我講無 connect 個 bigger land 啊 ，inner land 成個韓國啲中國邊啊？冇 Korea 啲中國邊啊？啲 China 邊啊？我講 South Korea especially because it's split by North Korea 嘛。我明白你講咩 ？OK，sorry， 我明白。特別有家己嘅股，有了幾百間都唔是家己嘅。limited 啦。台灣是 because 伊人I encourage 人食菜 because 伊人講你 animals pollute the environment。特別樣本加 promote 啲回鄉嘅文化本啊，啲台灣係咪慈濟啊？咁樣台灣嚟，加濟啊！我唔使食拜二拜幾，未使食牛排。我覺得講邊咧有一間我真正 highly recommend 嘅咧，就是我啲嗰啲銀行街邊啊，是唔是有條叫做 Union Street 嘅？你 HSBC 邊啊，有一間條喺度叫做 Union Street 嘅 Union Road，Union。迄條路直直行落去，有一間啊，真正好食。有啦，佢是到邊間路有一間嘛？呢是台灣嘅回鄉開嘅食這店嚟，呢是真正好食。你講是唔是到喺呢邊？紅陽餅就食嘅，我怎麼叫做 Siri 咩？紅陽電話，紅陽答我物件咯，我叫做 Siri 嘅。你 Siri 又講，你考慮頭頂嘅。你買夾手頭我係厝頂嘅朋友。你 Siri 講，你厝頂嘅人叫你了。我講台灣回鄉，伊紅陽教我講，外面台灣是後面用闽南語就出嘅。特別我講聽，我捌去邊咧嗬，即係最平常咧，成較 modern 嘅菜館啊，你冇有通食這物件啊？上啲使食這咖喱麵啊，這牛奶金菇骨啊，你看特別是這嘅了。麥當勞個 KFC 有菜食嘅 version 嘅嘛？我唔使講啷嘅會有喎。有這邊有，我邊咧冇哦，邊都有。馬來西亞冇，都有啊，有啲冇哦。都有，都會使叫。我想會 try 咯。係咩嘅？呢是貴勁嘅麥當勞個 KFC 是菜食嘅，如果一樣嘅 logo 是菜食嘅，是 vegetarian 嘅。哦，我都知啊。有麥當勞有 vegetarian 嘅，貴勁是 vegetarian 嘅。哦，所以 logo 然之後伊 logo 唔是紅色，黃色加青色嘅。哦 ，OK， 有啊，寫到有啊，我唔記得。我到印度到印度。哦，印度只係有嘅。印度就係 vegetarian。麥當勞啦。印度50% 係 vegetarian 嚟嘛，伊人。有所在是貴嘅 city 是 vegetarian 嘅。哦。vegetarian，OK， so 哎呦，冇乜個。我哋有嘛去麥當勞食菜。即係冇，意思本是習慣，本是 burger，特別伊裏邊啲白唔是白，你白唔是白。叫咩下？我阿咪 impossible burger。哈 impossible burger。impossible burger，特別伊看起來唔是香嘅，紅嘅，未煮嘅。我唔捌食過 impossible burger， 我唔捌食過。冇，好食，我食過。好食。你去 Trader Joe's 有探底了嘛？哦，哇！特別好，伊有較比較貴哦。
還是加半幾？我覺貴咗一隻 ground beef 是 US bacon 咯。哦 ，US bacon OK 啦。一隻啊，one patty 啊，還是一包？It's 一個 packet 啦，一個 packet。OK，所以特別啦，買 Trader Joe's 上次買一百嘅 ground beef，還是 ground pork，一是一半嚇，咱買的是一半嘅白啊。我就去樓頂去看。誒，安怎鹹水啲？你唔是講要困嘅？幹嘛事啊？冇，但係我อาหารก็我但係哦，อาหาร嚟。你後面你要弄咩隻菜？嚇，做咩事？我睇到我媽會個學貴呢 ，impossible。Good question 啦，問下做咩事有人未經食菜，是食啫？我其實是冇咩想要食鹹燒嘅。我本時感覺講啊，我是我真係冇暑假碗嘅，但係伊是好食啊！老實講，因為細漢食個大漢咧嘛，就吧，所以好食，係咯，見食暑假食，但係就是伊有一個substitution 啊，講啊，即是菜 version 嚟嘅，冇用到鹹燒嘅，特別伊味所上嘅話咧，我咁慣食菜嘅。你咪食食嚟咯，唔是 Whataburger，你咁樣 Whataburger，你咁樣 Impossible Burger。But so far 我本是想講你後邊看啲相啦，特別 so far 我食啊，嗰是 animal protein 較好食咗。是 balance。特別我當見嘅問題是其實是全部，真正感覺較全掉。如果是愛去較遠淡薄嘅所在，離你厝較遠嘅所在，你較食掉。啊，無就是講你去迄個平常時食經濟飯又好，食菜，你韓國食嘅店啦，樣嘅 Korean restaurant 你去裏邊跟人叫菜嘅物件買吧，其實你 menu 裏邊你別 order 到物件嗰種，你 order 別到物件。因為你是講，你是講，插杯，你是為咗杯，kimchi插杯，kimchi插杯嚇，咪是 vegetarian 咯？但係嗰啲kimchi插杯，我 actually 我唔知，我唔記得，我唔知 kimchi 唔是菜嘅。嚇？kimchi 有要糊啊，要糊，唔是要係咧，係 sauce，oyster，嘢 sauce，伊裏邊有煎。我哋裏邊咧，其他字諗唔係，因為我是菜。有 vegan version 㗎。鹹嘅係驚。啊，有 vegan version 本嚟掉。是。我是講，咱是講，咱是為咗，咱是屬個食肉嘅人，特別，但是你要為咗環境，係還是為咗買會 reduce 你減少carbon footprint 啊。係 carbon footprint。我是減少啦，成日為咗買呢邊啊等條睇，你會使成個講，你完全未嘅100%，特別你使成個講割咗一半去，有當時食，你平時特餐阮食肉嘅，你變做一餐買食肉，伊會有 impact 嘅呢？我必定有 impact 咯，特別我老實講啦，那是間啊，你身邊嘅兩三個人，甲你相關做嘅嘅話是冇用嘅啦。第好是，就是講是全國一個市場啦，可是你嘅 Prime Minister 甲你講，人其實去，咱人嘅暗暝段，甲咱是干那食菜呢，安尼款有 impact 咯。啊，比干那邊啊兩三個人做呢，其實是冇 impact，完全冇 impact。特別你每次都要慢慢 start，一人兩人甲會 start 嘛。你咪是成個講，你特節。一頓食買食菜，你會使一禮拜一道買食菜，然後你少人加起來，冇有可能有 impact 咯。我係講法喎，但是 OK，你講你買食 because of 為咗 animal 啦 ，OK， 但是這是好嘅way to 講啦，好為咗 animal 買 slaughter 伊啦 ，OK， 嚟先，但是講啦，咁咱人食菜嚟講啦，是唔是即個 animal 一樣是禽獸嚟喎，一樣特節有。produce 新嘅 baby 出來哦，所以 which mean 伊冇借過 human 咯，所以佢記落，特別當劍人 produce，人 mass produce 嘛，當劍。執笠咧，對，誒，顧另外一樣物件是，對，咱人 mass produce 嘅，當劍人講條人食愛白啦，伊唔是家己去生咯，是人學養生咯，迄個雞啊、牛啊，然後嗰時，我講是執笠了。對，是本啊！但是你講係你野生嘅，講咪流河嘅曬，係你近啦冇關係嘛，啦冇隻人嘅白本嘛。seafood 咯，魚咯，貴閪嘅啦是尖咯。特別白咯，我梗係冇可能咯。
我感覺是一種嘅 revolution 嚟咗。我感覺是 revolution 就是講嗬，你煮食伊了啊，因就是在講人會來掠王了啊，而家有冇 evolve 嘅嘛？因 evolve 因為在講嚇，因直直哦，就 Q 到聲咯。evolution ecosystem they natural ecosystem they overproduce it unless 人 impose 咗佢。但係我人估這個咧物件咧，個人我人嘅公司，我公司是做 breeding 這個 meat 嘅 industry 嘅，所以人個咧是生命可以 produce 生隻百隻，伊 genetic auto 伊個咧，所以伊真正是假，就是所以我來趁累。你如果個就這個我公司執笠咯。誒，等我之前人啊，到底寫 YouTube 嘅會 share 是 Bomi the No Me， 伊講食 insect 嘅 diet 咧。high protein 嘛 insect 等落會哦那是講哦伊會卡也善堂哦 John 是人面善堂唔是 insect 啊 please 善堂是卡即善堂唔是 insect 善堂是 small animals 嚟reptile 啦唔是 insect 我就伊 category 是伊唔是 insect 嘅 category insect 是晒落嘅卡特別我是冇事教你 insect 是用是你係啲喙伊卡嚼到你喙冇啦，你是講而家特朗本隻係點先啊？伊特都是有新嘅 cuisine 出嚟咧，伊 recipe 吹咧啊！但是咁我唔晒嚟講啊，好食嚟講會食咯。伊上個 happy sonnya。係，即係成間一做，你成間啦，咱做300 happy 嘛，上300 happy 都未看到係啊嘛，伊讀住吹啊嘛，所以你是做你 cricket 嘅300 happy 嚟講，我咪是只300 cricket。300咩講？接啊嘛。300先頭咪是一隻喎。別啦，別好食啊！買杯嗰啲叮當嘅嚟嘅樣，個叮當嘅膠好食啊！你按錯叮當嘅。你別搞啲嘢啦。你我 imagine 我就想到先堂啦，我就死啊！你想一讀個吹啊，讀個吹做300 happy 啊，乜嚟再是？冇我想到，我就想到我就會拗啊！你再同你講啊，你接成嘅嚟講。Actually 喺你 Starbucks strawberry frappuccino 伊個 pink color 是 crushed insect 係唔係？哦，係我知嚇。嚇。Because 伊個紅色，伊個紅嘅菇啊，你知人正有隻人嘅 summer 是有迄個叫咩 bug 啊嚇？伊個 ladybug。唔係 ladybug，伊是真係油呢，伊成個成殺呢，是食呢。紅蝦，特別你，伊唔是紅蝦喎，伊成個做咩鎖到啲咧？迄個唔是chicken，做你個帶，迄個伊是紅色，伊無擺喺頂，伊是到啲紅毛灰喺邊個你看到細隻油呢？你特別我第一時特別驚你真假呢，第一就噗紅出嚟。Ticks 啊？嚇，唔是 Ticks 啊？唔是 Ticks 啦，唔是 Ticks，伊唔知叫咩？白殺啊！唔是白殺。我知。都買。伊成個米呢，成個米特別細隻，特別紅色嘅。特別我唔知你白，特別隻紅色，唔是白做嘅咋？人隻 red colour。阿爸對嚟都掠幾嗱隻對嚟啦。red colour 真隻油呢喎。尤其泰國就除掉了啊！除掉咩？insect cricket 啊 ，scorpion 啊，有隻迄個咁樣，迄個炒冬陰味素，迄個炒你 cricket 是叫咩啊？炒咩講？張格力炒咩？張格力啦，張格力，炒咩講是 grasshopper 哦，我唔知我冇食過。嗰陣時我有一個 invitation 去一個位啊，伊是做啥個？伊是一個迄個唔知，我唔要講咧 environmentalist 嘅物件啦。然後伊是做請迄個 chef 伊人來做 fundraising cricket 啦 scorpion 係咪個了啦？我買去 free 個，叫我去 free 個，我都買去，我唔敢去，我驚我嘔。特別即係迄個是較 more for environment 是隻 insects 啦，你 insects 係 protein 咯，特別唔是 vegetarianism 嘛 ，because 你都 still 食別項嘅 life 嘅物件嘛。對，講到你 insect 啊，你肯講嘛？
人家別人講我唔知講食菜咩？長嘛是有來。長，特別你叫長 animal，就是 insect 咱 consider 冇啊 ，insect 唔是 animal 啊。特別冇，I mean life，你是講長，我講 insect 是會叮當嘅物件啦。所以那是 vegetarian 啊 ，vegetarian 是 veggie 嘛，你 insect 就唔是 veggie 嘛，特別你長是 veggie 嘛。vegetarian 是會食 dairy 加卵嘛，唔是咩？是啦，對啦，特別特別冇隻對啦，咪問看，有啲人人 Asia vegetarian 有啲是有食卵嘅。冇，vegan 冇 vegetarian 是有食卵嘅 ，vegan 冇食。買卵，咁樣買卵，會榴蓮會在。裝破晒。咁樣冇 depends 啦 ，depends 我你係咪睇到嘅呢啦？你做會上滷蒜頭加啊，對，我咪問下，我咪講，我記定當時我係一個我個朋友，伊是食菜嘅，了特別伊有食卵嘅喎。是啦，我嘅 friend 都係是 vegetarian， 我嘅 friend 都係 vegetarian 咯。是 vegetarian。我朋友伊叫，這是 Malaysia definition of vegetarian。Malaysia definition of vegetarian。我朋友就是Malaysia呢，伊是愛拍水出嘅，特別伊未斷嘅你卵嘅數，所以伊家己講啦 ，in Buddhism way 啦，伊唔是 fully vegetarian，伊個食卵嘅數。哦，你會想，我妹我係試過啊。伊冇食蒜頭加白黃嘅咋？啊，係咧，樣是叫做草本嘅，係冇關係。冇關係，因為迄個腦漿嘅物件，伊是 acid 來嘅，你身軀內邊伊是就是講伊是像 acid，伊係太毒嘅，你知哦。蒜頭加白黃一直得來，你若是無食大嘅話啦，你身軀就會較藍淡薄 ，in a way 啦，會較啦，對。所以你食迄個白黃，食迄個安尼啦，伊上毒，伊會太你身軀，上來。No， in a way。我就是每日嚟食咯，我每日 in the way 啦 ，in the way。師傅教我講咧，你食蒜頭食白黃咧，會 trigger 你食啲吧？哦，係我聽人講啲，我聽人講你們，伊成個是half step，人哋講，伊做路見，伊做路去見，食吧，見食吧。啊 ，it's strong flavour，what they call is strong flavour。這是用佛教嚟講啦。Bobo scientific way yes，OK。啊，若是講佛教嘅，有另外一個講法，就是講食了，伊會 trigger 到女嘅迄個 sex 嘅物件。sex drive 哦。Yeah。哦。你唔知啦，你是講食咧，是你會見八條啦。I 拍 IPCC。喂，唔知啊，我係師傅，唔係講安尼 detail。Maybe 意思 suggest 嘛，polite 嘛，講你食一件食白，是我食咪件食八個八條。喂，你師傅咧，唔是，我是講咧是蝦米本身食乾呀，你是食菜是，你嗱我每種是你袂使啉牛奶。做咩事你袂使食卵？伊講 because 迄個牛奶啊，你牛生你零時候你牛囝食，你食了啊，你超伊零食，無夠食啊，你超，所以袂使食。伊講你哋蝦米蒜頭蝦米個了啊，愛食唔愛食是你家己，你若是有 discipline 啊，你蝦米個了是啲你頭殼。Yeah，但係你是叫 vegan 了。啊，你若是會，你正清心咧，你是會 control。你是袂使食，我講若是雞卵，你無 fertilize 嘛是使食咯。我伊講你韓國講啊，你安怎會知講即個雞公甲即個雞母無參？我講若是講你無會多食，你嘛袂參咯。伊講特別啊，即個自然嘅物件，雞母是應該互雞公了團。了若是你安怎硬做啊，就是你變，你就是變你做錯啦。啊，有你免拍整嘅喎，家己聲喎。是啦，係咩？你度咩小緊啊嘛？你講拍整就好啦。
我是明白啦，你講條雞仔愛拍整嘅咧，我唔捌聽過講雞仔面拍整嘅會生出來未？別啦，乜咧？毛毛菇啦，老公。伊會生女，特別女袂有驚。伊是講伊會生女，伊袂有驚。但是你係見你可以為垃圾嘅為啊，你看係叫有一點嘅，就是講要 fertilize。because 我輸過互人了，知道 ？because 我是想講你無拍整，你是袂生女嘅嘛？我輸過啊，伊你若是你搬迄個雞啊。雞公甲干啊，雞母啦，你雞母本是會生女，但係佢雞女咧會變囡仔，袂變雞仔，呀，對。特別我講係你本是袂使食，你講你讀書啊，我古早是暫時食 vegan 嘅。So 我食個咁樣女啦 ，and then because 我唔會舒服，講按怎 to become full time vegetarian 嘛，所以講食一步，慢慢 eliminate 都袂使馬上誒 ，because it go back to 食肉誒。所以講，我問伊講，什麼事袂使食牛奶？如果伊項真不正經噶，因牛奶內個料咧是用血來做誒，就 form out 誒。所以是錯，in Buddhism way 啦，in Buddhism way 啦。你自己本身是要食，這是為了教是 religion 啦 ，OK。religion，你袂使講嗰一個物件，愛講內錢甲是用血做吧，內白咪是上家人嘅羊胎素，安尼款嘅物件來嘛。唔知啦。特別你無可能食到內白，without 上伊內錢的嘛對。你 separate 嘛？你都要食內白，你都要掠 sacrifice 內錢嘛。內白啦有血絲嘅嘛。OK， 等陣我要同佢問是講食這是為了別個 reason 嘅，別個講下別個 reason 食這為咗 environment 嘅。religion 啊，都要 religion 啊，健康食會比較做 health 健康。這麼說食無食白咧，會身軀較對身軀較好誒。我唔得咯。I mean 上加較濟白是有肥嘛，then you 敢若是 vegetarian。個 cholesterol 安尼款咯。但係你唔是成日較舊頂到嘅人嘅定經嘅咩 ？Fat create fat. Yes. But 這個你去打雷啊，毛毛哥。防曬防未出。不要講未出，你講係咩物件啊？嚇？頭先我講 ，sorry，頭先我是講你講食菜為咗 health， 我無感覺到講是 ，because 我是唔見食一 friend， 伊人本是食菜。食飯菜，嘛伊人出入落近厝比我人個濟較濟。伊個是較 extreme 了啊。都再有個人食菜，伊人食袂好食，伊人敢若我嘛朋友會走，我咪是上20歲就死去了，阮是食菜，因為伊袂好食，所以I think 有個人食菜就講，敢若食菜，伊人無你愛有 protein 嘅，所以有愛食balance，你愛去做 research 來食愛食豆，我食 vitamin，我食 supplement vitamin。唔是講敢若食菜啦，袂，你有無夠即個 nutrition 咧 ，of course 會死啦。但你無食物件，是類出去買個了本嚟。但係講，你食 bean。OK， bean 本是豆嘛，豆腐 of protein。我食 bean， 我成個是all bean，還是你食 chocolate bean？fiber， tricky bean。食配 green 即係，你但是食豆無配 greens啊，你身軀未接受迄個 bean protein 嘅。Yes， แล้วก็ลูกเอทีมีเกี่ยวสังกัดเก่าที่น่าจะละแต่所以咧，你伊人講，你若是講正愛做即個是啥長期身軀啥做幾世人嘅啊，你就會曉辦，你就曉 combination， 講無combination，對，你就食無相嘅 vegetarian 嘅，
哦，所以你都會喺在咧，即係對啲 dietitian 都會教。蒙古，你講食邊就個，我有uric acid 人啦，我嘅老公叫我講買隻紅白。買紅白 ，OK， 對本，買 over， as long as 加了會使食，但係買 over， 有嘅人是規節啉豆水啉2 liter 一節嘅，迄個是少人。你睇當叫我 obsessed with 他咪有這咧新嘅物件啦，我唔知道 ，but last few months 我 discover 咧就是 hemp seed。係咪嚟嘅？哦 ，hemp seed 真好嘅 ，hemp seed 係冇有我奶咯。呢是講啦，你information 啊，真正 way back 啊，你 hemp 嘅物件。5-6年前了啊！我而家我唔知，我到底唔知講話 hemp seed 咧。我直接我去看，我有because 我有一個我實做咧 smoothies 啊，只 smoothies 也好，然後我咪是去看，有人講 add flaxseed 啊、chia 上面咪是好啦，自己嚟 mix。然後我咪是去看，我講誒，這上面係 hemp seed，hemp 唔是你 CBD， 你 hemp 你 CBD 嚇。然後我就只咧未嗨，然後特別好，我咪唔知係係咩物件啦嘛。然後我咪是去買一包到 Trader Joe's， 我看到買一包轉來咯。然後我就去 research， 人講你使做成個做咧 plant-based 嘅零啊，嘅一加零。然後伊哋使嘅來食，所以我咪是轉來啊，我咪是成個嘅一頭薑。很難食咯，然後哇，幾好食，你知哦？你食一啖冇成個，一啖冇成個你食 nut， 你成個你 Brazil nut 啊 ，macadamia 就較油嘅 nut 你知道？sesame 淡薄。嚇，成個 sesame 個成個 nut 誒 texture 就一啖冇成個一隻 creamy 嘅嚇，腍麻嚇呀！哇，我真係好食，我一頭薑你肯嚟食本嚟你知道？แล้วลูกทำเบียมาลูกซ้ำตีลูกซีเรียล啦ซ้ำตีเลยลูก做 granola บ้านี่คนมีแก่จ้าไอ้ที่เจ้าว่า salad 當然滿ซ้ำ咯做 salad 是ซ้ำ咯去แล้ว我唔是講為咗伊特別滿好嘛 because 有隻 high protein 呢一個咩 omega 係咪omega 係咪啊嚇依個 ratio omega 3嚇對 omega 3 fatty acid yeah 我就是每because 我看病過了嘅時候我就要真 careful 嘛แล้ว每隻because 我有幾個 client 是 dietitian 嚟啦到 hospital 做 dietitian 嚟啦人講啊真這種人講你 hemp seed 啦係咪嘅了啊伊講是 because 啊，這種物件貴啊，是 because 啊，伊個 quality 啊，伊個 omega 3個 quality 係咪個啦是真正好，而你食淡薄爾，你就食真濟，像有啲物件你都要食真濟，你無你個會食掉你物件，伊個掉就辛苦哈。แล้ว這種貴嘅物件，你免咯。誒，特別 hemp 無講就貴 hemp 是條半件啊嘛。特別你就要看。แล้ว有一天同我講，我喺摩洛哥嘅時啊，我嘛是看伊人嘛是真濟人食迄個 camel 嘅零咯，แล้ว伊人講 camel 嘅零啊，你若是著 cancer 食真正好嘅啦。แล้ว迄個人迄個一天同我講，伊講唔是講 camel 嘅零好啫 ，because camel 啊，古早是住迄個 Oasis 嗰邊啊，แล้ว伊人食嘅迄個長嘅了啊 ，camel 是靠食長嘅嘛，伊人食嘅長嘅了啊是真正少有嘅。แล้ว that's why 伊有真正濟 vitamins 真正濟 mineral 咱平常時嘅人食袂到所以伊個 camel 嘅零啊就是真正好特別人聽到講 camel 嘅零好了啊伊人去掠你 camel 啊病起來咧可以食 cabbage 喎 because cabbage 係飯嘅嘛講你買 camel 嘅零啊你就買安怎嘅 camel 嘅零是上個迄種人啊，啲大 desert 安款呢啊，啲 camel 零白啊，你食啦就好。迄個食 cabbage 嘅 camel 啊，你食零啊，你甲牛零食是相嘅。伊成個人做啥 farm raise 嘅 salmon 嘅 wild salmon 啊？係物件，個了是講佢較慘個 ，because 伊干那食一項物件啊 ，cabbage。哦，食啲卡項。
誒，OK，so 我講你阿張頭媽講，伊講 fundraise 㗎，我靠，我 imagine 人包去掠啊，你對啊，你睇我我靠咧，我靠，你睇我嘅地靈，來我地你靈，來我地你靈。你走啲帥對嘢你。係咯，對，咁啊，Camel 叫做咩啊？Camel叫咩啊？駱駝啊？Yeah， 駱駝成件。人都知，咱嘅蔗菜吼，有特你有名叫嘅嚟，伊 menu 裏邊，咱去到所人食蔗菜，都有 find out 就講，伊 menu 伊蔗伊雞，唔是寫雞。冇寫咩？真係靠近嘅一種嘅名有雞字。正嘅嚟，所人樣是袂使放一隻雞，迄個雞。哦，你是講啊？伊人叫紅。Phoenix 啊，紅呀，伊人叫紅。你去迄個 Phoenix 啊？伊人無叫雞咯，伊人是叫紅。呀，有影？伊無叫雞。我做 HSBC 做間事啊，我特別學紅海物件，我就較別人看衰啊。所以種人啊，別教我就，伊甲我講。人叫菜啊，你袂使講食乜嘢，就比講你想食咩味哦，蝦米味素啊？但是你 because 做 HSBC 啊，伊人想互我人去學 wine 甲你按做 table setting 蝦米甲了，所以你會曉叫物件嘛？了迄個長人嘅物件，甲了本是伊人不有教誒，了我袂曉學嗰個物件嘛。我講人講我就我唔敢叫菜，我就斗互人叫菜，無叫雞，伊人是叫紅。誒，白紙是咱講咪一個要做叫雞、叫鴨、叫鵝嘅 episode， 咱未做。係你是成日人嘅雞啊？冇人叫。你講咪冇人來了。真係冇。你咪使嚟咯，你到位叫雞叫嗌鬼 experience 咪是唔得嚟。你唔知咩？邊啲學人，乜都人驚，你咪驚，邊啲學人？你特別叫佢哋ibu ayam 嚟。嚇，崔媽咪，叫崔媽咪。不，白字講，咱講到啲咱嘅隻啊隻。就幫我講 ，OK， ham 絲，我只暑假節是我做我 ham milk 啊，我係水加 ham 絲加date 是叫做粥嚇，粥，แล้ว加係你cacao powder， cacao powder 唔係 milk powder。冇cocoa 嘅。แล้ว做成 chocolate milk 呢咯，成 chocolate milk。我到底 Trader Joe's 係買啦，所以伊個 cacao 本是打咩？伊是because 當然人買嘅吹嘅 cacao， 有當時人特別寫講伊是fair trade 嘅產品啊。because 有人有個 industry 啊，就冇咪好伊個 standard 啊，所以。我做佢哋，我是在只兩節人啦，兩三節啦嘅派嘛。我加了我係到成都位，了我成日食飽了是食 dessert， 你看到啉一熬 chocolate milk， 好食哦。你人若是自家食，你做我們你做嚟 milk 嗬，if 你滾過嗬，伊會打很加久 ，if 你 raw 嗬，3日啦就啉了。所以我冇自家，我 because 我加嘅時我是零加嘅。所以我係零水、ham 絲、了 cocoa powder 加埋 dates，then on top of that 我加生落去，所以我就加好嘅時是零嘅，而唔是 dry。我冇試過只 dry。filter water 嘅是冇 filter water。冇。你用 filter water。if filter water 咧，伊袂安尼快派。哦，是，我就攞住就啉了了我好我紅啉啊，我紅啉，not bad，but taste like grass，
Lu share tanpa Brazilian nuts lah. Lu be raw Brazilian nuts lu tolong because Brazilian nuts are high selenium. Selenium is very good for inflammation, all kind of inflammation. 特别迄个就浸哦，我听人讲有人是特别浸嘅，浸嘅伊个伊外口嘅物件，伊会啥 counter 伊个，无好意思讲伊个 counter 伊个 benefit 啊，你无浸嘅，还袂扫到你身躯袂扫到伊个咧。特别唔知啦，我是做事的，我好食啊，我无插伊啦。我是做是跟讲的，我是讲物件食。哈咩？peanut butter 你使掺 peanut butter 咯。哦，有冇，我是 smoothie 是，我食 smoothie 是，我掺 peanut butter。就掺马麦落去啊。切，马麦哈，马麦咪是 vegetarian 哈，马麦 because 是不 Vegemite 是 vegetarian。because 是 yeast 嘛。yeast extract. yeast extract. 媽咪個 Vegemite 咪上嘅啦，伊無上名嘅嘛。Breville 咧 ，Breville 我即係類似。Breville 是牛嘅。牛嘅嚇。Breville 是牛嘅啊。啊，我開始講 Breville。OK。John 都在嚇。哦 ，sorry。講你講。我未看到人在講，真正係講係 vegetarian 樣。嚇，來講，安怎嚇？所以有 vegan 是無食 animal products，咧有誒真正食咩咧無食 honey， cũng 無食 gelatin。咧伊人冇用 animal product 嚇，對。像個 silk 個 leather 個wool 誒，佢哋是真正 vegan leather 對呀。咧有 lacto vegetarian 是無食牛奶，無食魚，cũng 無食雞啊之類。tapi 伊有啉牛奶。哦。你有食 cheese， 有食 yogurt， 係是叫 lacto vegetarian。Then 有 ovo vegetarian 咧，伊是無食肉。ovo 啊 ，ovo 啊。嚇，你都無食雞，也是牛奶，tapi 伊有食奶。哦。你想我個朋友？嚇，你都有 lacto ovo vegetarian， 即係落嚟參起來。是伊無食肉，無食魚，無食雞啦。Then 特別伊有食dairy product， 嚇，伊有食牛奶跟奶。這是第一普通嘅 vegetarian 嚟。你都有 pescatarian 是伊食魚參 seafood， 但伊無食肉。無食奶本？奶唔知咧，係咧我唔知，伊有食無食。我知個有一個是，呢度食魚奶啊嘛，冇人講雞奶啦，講雞奶。你個你，我就是個食魚奶嘅話，嗰隻係咩 ？Polartarian 是，伊是 semi vegetarian， 特別伊是食菜時候喺拍布羅，伊食到咩？這個無係咩聽過嘅。伊是有食肉，但係炒啊！係伊無伊睇有當時伊看伊個情形啦，伊若是伊個位無通食菜，伊就無變食肉咯。特別若是有通經咧，伊就是食菜咯。有通經有 Joyce 就食菜啦。Julin 啊，即個叫周邊菜是唔是等人？唔知喎。哦 ，OK。flexitarian 是上教話呢可能參，特別我 prefer 食菜啦。哦，你唔是無食啦，你是 prefer 食菜。係啦，我無可能無食啦，我嘛估計點煮牌。係啦，所以我唔知，我成講你去另外，你嘛另外煮啊，特別你驚是你驚食，你驚你煮是你驚特別另外煮啊伊。食 vegetarian 嚟嘅，嚇！伊出世一開始就冇食肉啦，伊。哦。伊是 naturally born vegetarian 嚟，冇人叫伊。哦，伊家己就來先呢。你咪是特別 make sure 伊嘅 diet 係咪較 custom to 伊嘅 vegetarian diet 咯？嚇！伊有啉牛奶啦，有食奶咯，有食魚。OK，所以是無食肉。OK，無食肉。
我頂到一幫嘅時，我知道一幫嘅時本是啥啊？我紅險我10幾歲時啊，我唔知咩事為我看到白嚇，我會想到伊個卡格色，我會看，成個我食白杜白還是雞白時，我會看到伊個binatang死去刮出來 binatang 嘅 image 啦。所以我變做一幫我全部咩食嘅肉白甲雞，然後呢，特別我硬嘅。我硬聽過呀，我你應該去吹嚇，吹咩？你應該去吹，坐啲 KFC 嘅邊啊，你安哥邊啊，然後佢講佢 break 佢依隻啦，都愛食雞吧嘛，佢 KFC 嘛，你安哥 ，KFC 可能係我哋講啊，講 KFC 安哥啦，啊，誒，你講咪個把你冇想嘅vegetarian 個，同我講 flexi vegetarian。你講了未？這個是我睇嚇，我我咪講 veganism，so veganism 是真係鹹嘅啦。伊人特別你講是冇用別項物件，成個伊冇用 animal 嘅 product 嘅，就係。vegan 有誒鹹嘅是冇，真鹹嘅伊樣冇食漢尼，冇食嗰啲嘅，了有誒 vegan 漢尼是不要緊。我哋直接哇，直接落河啊！直接落河，喂，呢得啦，我到 island 呢位，我這邊多少卡來啊，話大媽落去啊。哦，KL 抓個別關係啊。舊年嘅，如果 veganism 伊無食 gelatin， 伊食 agar-agar。agar-agar 是seaweed嚟嘛 ？gelatin 是marrow gelatin 咧。我唔知講agar-agar是係即係嚟話，等陣係我唔知，我唔知講，我想講 OK，agar-agar 是 seaweed it is originally it is produced I mean it is 特啲係草嘅為process 出來㗎，還是伊是你一隻隻 naturally 是成個agar-agar咧？伊是係是 plant 嚟process。伊是 from seaweed 咧，嚇，伊是係草嚟。Google。So that means like佢出點乜咩咧？一條等，你是以 natural state 還是特別 process 咗呢？natural state， 我諗係 natural state 嚟。特別有最白嘅先，應該有透明嘅 seaweed 嘛，唔是咩？毛古地搞嘅，亂講嘅。好啦，插到炮啦！你誤人子外地啊！你有講有笑，慢慢你看啦，就愛有安尼看嘅嘛。你看到未？等來看。當今這邊是講 agar 是 from red algae， 紅色嘅海草。特別人係白色，都人係白色嘅。我捌聽過伊樣。哦。有呀，是你鮮話，我冇講，我未上線了。我捌聽過我捌聽過 cook show 啦，人講啦，agar 啦，每一條係是 natural form of state 嘅，但伊安怎變個透明去咧？我唔知啦，但伊人講是伊 origin form 是一條嘅，你講 powder 已經 process 咗。哦，powder 是 process，telephone brand， Thai。你呀嘅 beach 個，你去拍一頭過啊，伊咪是變透明嘅，即係攏安尼看嘅呢。鮮咯，冇上線話喎。我冇俾上線，你講就係咪叫鮮話呀？你是 professional， 冇嗰啲 professional 嚟啊，應該上線啊。別，我冇上線。我但是冇上線，我家己。要爽就講咧，別使。講佢一個人拍水。毛菇有研究嘅咗，伊無是上，唔是上個人啊亂劈嘅。
已經就是一隻言就講出來嘅，研究。啦，是啊，你看下 ，OK， next 阿家，OK。啊，因為阿家是 vegan 嚟食食本咯，that means。阿家 vegan 嚟食食。我別怪啊 ，OK， 我唔知，我突發接落嚟想講阿家是 gelatin 就對啦，我唔知講阿家係 sauce 㗎，我知 gelatin 係 sauce from 樣罐嘅 bone marrow 啊，啲骨咧嚇。gelatin， gelatin，係咧，我就想講是個阿家是上嘅，我唔知講阿家個係是一個機，即係LG 嚟。gelatin 福建話。菜鹽。哦，唔是，阿家是菜鹽。阿家是叫菜鹽 ，gelatin 是叫。菇鹽。咩啦？哪知所在？gelatin 是蛋白，你又叫咩啊？collagen 嚟。蛋白膠。古靈芝。我未曉福建話，但係伊是 collagen 嚟，人家叫啊 collagen 福建話。拜觀音嘅人會食本別使食 gelatin 咯，是唔是？哦，係咯，要估嘛。In Malaysia, yes. 我未รู้估gelatin จะต้องไป用菇bone marrow 嚟管還是豬嘅噻？還是咖喱？要攞槍嘅菇嘅豬。哦。Normally 美國嘅，你食嘢咩？我冇半年要半年嘛？要半波位還是波？啊，啤，我未聽過啤半。呀，糊嘅噃，你有冇看過啊？糊嘅。糊嘅咧，臭嘅，臭臭。冇用一般。Joss 咯，較濟用 Joss。叮。芝麻啦。The Mac。我食係Marine啦，糊啦，冇臭。冇臭。OK。冇臭。刷糊嘅 gelatin。刷糊，聽到刷糊 Joss。對啊。I think 是有呢嘅，我估你 camera 冇開咋？冇開下。แล้วOK，等到我被講 veganism， 我被食 vegan 嘅菜，我被食人食講用 vegan 嘅菜是，因為我這邊有一間 restaurant， 我就是個食嘅。等陣 Kelvin Sim 咪是lesson lesson. I was born and raised a vegetarian due to religion background. My vegetarian diet doesn't include allium. Allium 係咩？allium 係你腸中嘅物件咯，你 onion 相關嘅物件。食了 APCC 有幾種啦？呀，哦。包嘅物件是 allium。哦，แล้ว腸啦，แล้ว長頭啊，蒜頭，蒜係你蒜啦，你個啦別使啦。哇，等依樣按做煮菜嘅，好比賽。用薑或者啊。哦。用白鶴，另外一種嘅 herbs， 伊上加花瓣嘅那款嘅，伊是花嘅片啊，叫咩？迄個伊嘅片啊，迄個物件。是一種嘅花嚟啦，伊有一種嘅味素嘅，伊叫百合。哦，百合花。百合。我唔知喎，我唔知。菇菜咯。百合花。菇菜未使本來叫出菇菜。菇菜食得條嘅啊，未使。哦。菇菜食得條。菇菜食得條嘅啊。大貨是什麼？攞你本嚟。菇菜唔是食了會殺精嘅咩？殺精啊！你是講食了你生驚啊？大寶？冇，提示你佢哋要煮嘅。提示 sperm 啊？嚇是咩？哦，冇啦，人就講韭菜是喺香港。特別好。特別無插路曉無曉，甲你真有殺無關係。特別曉無曉成嘅啦。曉無曉是掛筆呢？
冇咧，佢冇咧，內面冇辛苦冇有誒，特別讓 OK，當每人看 MCO 嘅時，讓有曉，我較曉啊 MCO 成啊是。What kind of question 啊？你唔冷嘅咩 MCO？ 豆嘅嚟，豆嘅咪講啊，豆嘅。我 define 曉。OK， 是真正想你只言杯食吧。食吧？冇，I think冇。成個你sexual desire 較濟，你有成個 sexually 較 not necessarily sexually active 啦，是講你成個去言sex。PCC 了，正常擺啦。你凊彩你無插咱咗解決啦，是講當然你會成個要想要言咯，你 MCC。你是講起手哦？好啦 ，something like that。係咪皮球？係咪是皮球？起手。哦，我想講係起，你是講起球是起招，跟招啊？起手。招啊是招。打波咪起招咯。了啊。起招。哦，起招。冇，有人聽人講我 MCC 是？冇。MCC。MCO 啦。講啦。MCO 笑機。咩是 MCC？MCC 係咩物件？講對。PCC 啦。那 PCC 哦 ，PCC 啊。你想個 PC， MCC。誒特別好，讓大家是食，若是講你無食。你無食這是要做你較少你 sexual desire 咩？冇啊！乜咧？我哋香港嘅有嘅人特大啲食連麥卡咪是起了咯。你咪麥卡？麥卡是一個 super food 啊嘛，一個堅啊嘛。當咖喱啊？佢會做你食。成日當個阿里啊，你看啦。當個阿布啊，當個阿布。馬卡。當個阿布。啊，馬卡，所以做你曉啊嘛。啊，你咪 vegetarian。誒，我未話我食咧，又這麼是未起。誒，我去迄個中國買邊來正濟只飯。你別假唱嘅啦，你別掉。還珠來，你別掉。那是講 vegetarian 還是講 vegetarian 咪就 sex，vegetarian 咪就 sexual desire。誒，馬卡是 vegetarian 啊嘛，佢哋還住堅嘅，你別掉。阿龍見啊，你別還住堅，阿龍。兩項物件嘛，你曉噶，你會起未起是兩條數。對，哇，一講對。One is desire, one is ability。嚇，唔是愛起曉先，咁會使起咩？誒，特別好，我唔知喎。起曉都冇是未嘅。是啊，有人曉啊，就是未發一備係咪嘛？未起嘛？哦，對，erecta，對，對，迄個是有咧個，唔是有咧是成日講起者哦，叫到對人，真快叫。你當佢唔是 problem 啊，當然有藥啊嘛。嚇 ，Mr. Tech 啦，你叫咩啊？你這係 allergy 嘅，你叫咩啊 ？Purple pill，blue tablet，啊 blue，blue pill。叫咩係叫咩？咩嘅？入肚嘅。咩嘅？入肚嘅。人老闆咩？邊咧學嘅Viagra啊？哦，Viagra。呀，邊咧學嘅呢Viagra？blue pill 咪是 vegetarian 嚟。哦是啊，so vegan 你使食？我唔使。vegan 使食 Viagra。係梅嗱，呢度唔是 capsule 嚟 tablet 嚟嘛？capsule 有 gelatin 啊，嘢 casing gelatin。阿妹有時係。有 veggie 嘅 capsule 嘅。agak tu. Veggie capsule dah. Capsule capsule. Oh, what tayo? What tayo? Agak-agak. 你知，咱我叫我講句我最初時嘅
電搭波大樣，就無死仔經嘅，แล้ว伊仔經頭卡立掉成個黏黏嘅，成個就是阿家嚟啦。哦，冇咁諗啦。你唔是阿家，你是叫毛。唔是毛，你是阿家嚇 bacteria 啦。哦，係熱咯。阿家。咦冇，我而家嚟做菜人嘅。你嚟做菜人，遲到啲後尾會給別人食。誒，寶寶，我咪講，講到啲藥，我咪就係藥，係咪藥？有半食菜嘅時冇食菜，使食一半。capsule 啦，較濟，較濟 capsule OK。哦 ，capsule 伊用在裏邊做，你是講？你按照講，但是大擺咱這邊講有係咪 vaccine 愛拍啊？怪有下啦，無下啦。哦，所以啊，我哋冇食啊 ，sorry。你是嚟能做嚟。vaccine 有類，vaccine 有用叫一個迄個 components from the egg 叫 booming 有類。有咧藥伊是 animal derived 嘅啊，有咧是豬嘅，有咧是牛嘅，所以。那是講是豬嘅咧，你certain religion 就講袂使用咯。明白。especially 多啲即係dialysis啊，西藥劑伊拉即係what was that heparin 啊，拍領頭，是唔是 heparin 啊 ？heparin 有兩種，一種牛嘅，一種豬嘅。哦。所以那是講佢哋religion 咧，伊人都係經用牛嘅咯。那時講你俾接去 hospital 嚟講，伊人就用牛嘅 sauce 咯。啊，明白。แล้วOK，咁我講到啲係vegan 嘅 food 啦。條。哦，別知。特別有嘢係嚇，依個到底 aphrodisiac 是真是假啊？psychology 啦，我感覺。係啦，我們是想阿龍困起啊，阿龍，我俾每一物件誒，阿龍。在哪裡啊？定住拍在那個成功，就當見到咪卡過，但另外就特別嘅開。แล้ว冇我是講誒 food 啊，你往這邊一個 restaurant actually 是一個 franchise 嚟，叫做隻菜鳥。嚇？隻菜鳥？好多隻咩菜哦？當咖喱乜嘢哦？你係咩隻菜鳥？係咩意思？隻菜鳥。你菜定嘅？你是講隻菜啊？你嘅 ？No，different 嘅。對。來頭嘅，我怕到啊！亂咗，曱甴個 define 是你 define 嘅你。隻菜。我就咩菜性？即係一種係香果咯。嚇，係咩個？一種係叫 mushroom， 我唔知叫咩。係咪日本嘅？以前是講 shroom， 以前是講佢哋成日話 shroom， 係叫 mushroom 嚇。係是酸。我講你 vegan 嘅 food 啦 ，because vegan food sometimes 一隻creative 嘛。所以我被再講 vegan 唔是 boring 嘅，伊都會使做真正濟物件，把你人真正濟人做無相麻針嘅物件啦，麻針嘅。特別我suka 食 vegan 嘅 food 嚇，我較 suka 食伊，那是唔是 process 嘅，伊上個是，你知有人是 raw vegan 啊，伊較少 process， 我較 suka 食較無 process 嘅 vegan 嘅 food。特別是用到對伊家己嘅 form， 伊家己嘅味，成個用佢哋用佢哋能加，伊就用嚟能加嚟做白啊。做 pulled pork。做 pulled pork 啊。會使做 actually 真正嘅 recipe 啊。你會使用佢哋加一個Philly cheesesteak 咁款嘅物件咯。แล้ว你會使用 substitute 嘅，若是你嘅 recipe 是食白，你真正用 substitute 伊做迄個 vegan。用能加 substitute 嚟講。像個白咧，你咪是用 tofu， 還是用 tempeh 咯？你還是就是用 jackfruit， 還是能加，還是即香菇，還是就是用油啊，
叫哈，用叫，啊无就是用豆 beans。啊，我是个只伊较伊成个脆，个了 natural 物件啊。我是较少食成个讲，有当时食菜物件吼，咱食济物件我是无安尼suka 你上几头 process 诶。呀，你冇咩好诶，因為因overly process 啦。了，咱若是家己做物件呢？你知咱使家己做物件的嘛？安怎哈？樣嘅哈哈，對，你對，你在家煮是洗嘢啊？แต่มันนัว哈。特別物件我有當時冇食，我有時買嚟 process，幾多項 process 物件食冇物件，伊個咧。豆豉糊哈，我是講特別豆叫咩米筋，有一種好你配糜食嘅，佮有土豆嘅入面啊，你我是講只米筋一浸到啲鹹鹹啲嘅，成個湯然後呢罐頭嘅。你講你買藍色罐嘅嚇？我唔知咩食啊，伊罐頭嘅咯，伊入面是伊是食菜嘅，伊是寫做食菜吧，什麼啦？伊是米筋摻土豆，我見食咧。呀，我食過。我有當時頂到時，我就破嘅是成個暗暝12點啊吼，我去不到腰啊吼，我直接食直撐嘅咋。我報埋起來12點，我就話，大行食一鹹，我要食一甜，然後要食鹹，我食甜未 stop 嘅喎。你攰咩？你食到我起空殼咁要嘔嘅啦。Anyway， 這是我 problem 冇啥。我是開幾罐去了，食個了呢。一隻 ice cream。哎呦，你冇流仔啊？我梅啊，我梅塊啊。嚇。巴林豆嚇。有人伊食菜啦 ，OK，because of religion 或者咩 ，I'm not too sure。แล้วลูกเบส講健白咧嘛條，安怎個愛食？嘅吧，你應該是無健吧？特別我那時候兩種咯，一種就是，若是講你是伊買食，伊唔是講伊無想愛，是講伊有想愛本，特別伊無食。第二種就是伊是就若是講伊無想愛食本好，特別伊是。伊個咧假白是變做啥？伊個咧 vegetarian 嘅 diet 裏面嘅 option 嚟，所以伊當做啥即個 food source not necessarily 成個人要食哦，即隻香嘅雞吧，然後咧伊是走去食，伊只是 because 伊是 vegetarian 嘅 food source 所以較 limited 啊嘛，所以伊食咧這吧是因為伊是 one of the food source，唔是講即隻食成個雞啦。有咧人是，有咧就是 maybe 第三種嘅就是頂到是食菜人嘛，啊不食醋人嘛，然後變做伊想食嘛，特別個為了要食這嘛是去食迄個 substitute。小本啊，就我阿講是我古早為咧，我是 temple 咧 ，temple 師傅無煮迄個假物件誒。and then伊 normally 伊開咧 vegetarian 嘅店咧，嗬，是外口人食 ，because 有誒唔是 completely vegetarian 啊嘛，所以是看到啲 individual 受刑，按照受。所以if 你是上個 to the extent 嚟變成虧上啦，嗬，你 normally 無食即係 imitation 啦，嚇嘢。啊，食菜清。所以我去嘅你 temple 位嗬，伊有分5本嘅，特別伊真少 about 成5嗰螺啊，你可能食無嘅，食 plain 無熱嘅。這是較 cater for 迄個 Baluga convert 嘅人，還是暫時食這人？就是講食這本嘅啊。咩？佢得閒咩？你得閒食佢。食幾隻隻啊？我唔知有冇 try 過。我冇做。我冇 try 過。如果你愛 try 咪是一步來咯 ，eliminate red meat steak，and then after that我成都只 eliminate。喂，特別好，我係 eliminate 啦。
比如我而我咩唔是講我白啦，我是買。無上過本啦，無上過本啦。我有只理由是講我是暫時，即唔是我 priority 咯，同佢。所以我是有特別食較少同佢，我是食少 certain type of food， 我看了物件特別食較少。即唔是話我若是食有當時啊，我同佢老誒哦。我食較驚啊！我食較開喎，成個我做唔知是咩病咯，即 medical 人食看。我成個我淡薄腦子得淡薄想愛拗了喂頭殼就淡薄疼咧。你迄個物件刮掉了，唔是啊？有 problem 冇 ？Maybe 是啊，有可能。我係打過啊，唔係講物件刮掉啊，成個我刮掉，喂，唔是啊。太假啊！嚇，แล้ว我係打過去啊，有可能啦，特別唔知本咯，because 我當時我們有把你老公們有看到我把你代志啊，無我唔是講個時候會死啦，我是講當我是有把物件本我係關係個我係 digestive 嘅物件 ，anyway，so 我唔知咯，所以當然我特別食下少，但不過未散我試樣面。阿 John 啊，actually 係你是講刮打吼，咧伊係你上油嘅物件，係你有cheese係咩啊？伊冇咩使食咧食了，伊係講冇咩消化。伊打就是做好伊咧emulsify啊，我嘅話唔知叫，伊就是係了伊破甲細粒了吼，較影響吼。我要聽人講咩？特別我頭每次想講我是食。油物件我就呢，特別我 try 啊，因為我食 salad， 本好啦 ，quantity 啊，我 quantity 我 amount 啊，食濟了我就坎口嘅喎。消化啦，我呢用啊嘛。所以我特別食較少，我就食較少。特別我有時我食較少啦 ，OK 啊，嗬，แล้ว較好時啊，我個特別記啊。個同食啦，個食啦，食個坎口咯。佢食豬肉油哦，豬肉油破特別當佢食較少啦，較少食。誒，頂到時我冇講講啊，我食 butter 啊，成個我面係咪成日穿開呢？啉水呢，我食 butter。我食落地啊，我得較當金餅，我當我看到一隻辣喎。頂到時我冇咋，我頂到我未啊。頂到時我就食我8有3.8咗，油咁我未隻辣，我未半行嘅喎。當金乜嘢啊流啊，成個看都冇記哩啊。唔是吉利，成個我 feel 到但我成個隻辣呢嚇，隻辣我見食過，特別我食到 consequences 是話就 feel 到實，但我講呢成個被拗呢是頭殼聽人冇呢。當那是就人樂觀那時咩聽到有在後面問題，讓 email 我即係講。英國中啲多個啊 ？crowdsource 啊，即係 diagnosis。OK， 笑答。OK， 講個這邊先啊，呢位特別嘅 feel 呢，這禮拜就是困起來，後頂阿龍啊，個毛毛菇啊，個波鹹水甜啊，絲白餃啦，豆嘅毛毛，唔知毛毛菇，豬鈴啊，帕林豆啊，拍卡出聽豆嘅阿三辣沙別細講啦零頭毛加就唔係辣針配咁好，嗰個就是走起啊，係嘛？多啲都，我哋都嚇。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拜拜。你這邊？叮叮叮。拜。OK，來YouTube 嘅人。YouTube 人頂一禮拜無看到嘅 episode，miss 嘅 episode 到底一邊嘅訂了，正手邊伊看嘅訂了，就訂看、訂聽、訂來 subscribe 邊嚟學嘅節目。了訂係集正嘅，後我有聽到錄音是同啲錄，還是我有幫新嘅節目是同啲錄，拜拜。拜拜。